这是铁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司政边巴次仁出席苏黎世电影节《幸福的智慧》纪录片首映式；新任选举事务署署长和公务员选任委员会委员宣誓就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会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代表团；尼泊尔加德满都桑珠林藏人定居点为当地洪水灾民提供援助；外交与新闻部结束为期2周的西藏意识巡回讲座和展览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圆满结束对印度喜马偕尔邦和北阿凯德邦藏人社区的访问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10月7号上午抵达瑞士苏黎世，受到瑞士藏人社区的隆重迎接。司政在抵达瑞士苏黎世国际机场时，受到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瑞士各藏传佛教中心主持和代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的正副主席等各界代表的隆重迎接。随后，司政边巴次仁在苏黎世下塔的多尔德大酒店会见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董事会主席理查德·基尔、执行主席丹曲嘉措和藏人行政中央前部长丹巴次仁。会后，司政边巴次仁与来访嘉宾出席了驻日内瓦办事处举办的欢迎晚宴。本周二上午，司政边巴次仁在多尔德大酒店会见了瑞士支持西藏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并就达赖喇嘛尊者的90岁华诞相关议题与上述代表举行了座谈。当天下午，司政边巴次仁与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德·基尔、达赖喇嘛尊者的纪录片《幸福的智慧》联合导演菲利普·德利快斯和芭芭拉·米勒、摄影师曼努尔·鲍尔、扎西·鲍尔德代尼以及达赖喇嘛尊者的妹妹吉尊白玛等嘉宾一道出席了苏黎世电影节上举行的纪录片《幸福的智慧》首映仪式。本周三10月9号上午，司政边巴次仁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希普机场，受到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阿姆斯特丹藏人协会主席、当地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和藏人民众的热烈欢迎。在接下来的数天里，司政边巴次仁将在阿姆斯特丹展开访问，期间将会见荷兰各界政要及该国的支持西藏人士。此外，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南丹培的主持下，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洛桑义熙和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总校校长次晨多杰于本周一10月7号上午正式宣誓就任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署长和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选任委员会委员一职。2名候选人在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前进行了宣誓。随后，议长康波索南丹培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议员们为新任选举事务署署长洛桑义熙和新任公务员选任委员会委员次晨多杰敬献哈达表达了祝贺。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于本周二10月8号在拉巴次仁纪念厅会见了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代表团，并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在会晤期间，诺增卓玛部长对美国政府在多方面坚定地支持西藏自由事业深表感谢。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领事杰夫·迈尔斯、一等秘书詹姆斯·普拉斯麦、政治官麦克·克莱默和阿杰·达亚尔、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冈马曲英、助理秘书长丹增列谢和郎杰才汪，以及驻新德里办事处秘书长顿珠加布陪同与会。当天下午，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在议会秘书处会见了来访的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副议长在欢迎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同时，带领他们参观了议会议事大厅，并在随后举行的交流会议上，副议长着重谈到了西藏民主的发展及其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并进一步感谢美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的支持，批评了中国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及其对西藏人民的生存和自然资源的影响。另外，为了纪念达赖喇嘛尊者藏历90岁华诞，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加瓦拉克尔桑珠林藏人定居点于上周三10月2号为当地洪水灾民提供了救济。当天，桑珠林藏人定居点为约600名尼泊尔洪水灾民提供了食物、淡水和衣物等救济。这一慈善活动是为了应对近期尼泊尔部分地区遭受的洪水和山体滑坡。这场灾害已造成239人死亡、19人失踪、177人受伤。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博物馆和宣传处于近日圆满结束了在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和古吉拉特邦各大学为期2周的西藏意识巡回讲座和图片展览活动。本次巡回讲座和展览活动吸引了来自上述2邦的13所院校的1348名参与者，重点向印度学生介绍了西藏与印度的历史关系，以及西藏在中国统治下的现状。主办方的演讲人丹增昆 K 和仁钦向上述与会学生详细介绍了西藏的人权状况，呼吁印度学生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就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发表文章，提高印度普通民众对西藏的认识。讲座活动引发了各校学生热烈的讨论，学生们对西藏的文化和现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西藏博物馆在瓦拉纳西和古吉拉特邦的大学举办了为期2周的印度与西藏古老的纽带和当前的关系为题的巡回展览，以期提高印度民众对印藏之间维持千年的联系和当前关系的认识。巡回展览活动始于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中央高等藏学研究学院，随后相续在北方邦的圣雄甘地纪念大学、古吉拉特邦的马哈拉加大学和帕卢大学等各级学校举办。展览活动吸引了上述各校的教职员工、学生和藏人学生团体的参与，促进了各界对西藏文化遗产及其与印度关系的讨论。参观者给予了积极的反馈，赞赏西藏博物馆为突出印藏关系所做出的努力。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